耶和华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话，监察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落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要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起时你要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要对你排列我的心意，煞要了忘。请咱大家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6首，圣诗第6首，请咱起立来吟诗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全能尊贵的天父上帝，当日光搁出现，万物拢醒的时阵，阮大家有这个福气，通伫今日放下阮的工作，来到你的圣殿。我要找机会来亲近你。因为你先拯救阮、听阮，也将天顶的欢喜喜乐伫阮的心上，互阮通承受你的话命。这是阮踮伫你的面前，要用琴、诗歌、甲心灵来学乐敬拜你。求你甲阮创造一个清气的心。互阮通看见你的慈爱，来归向你。人民人上帝，伫过去的日子，虽望有你的看顾，也求阮有济济言语上的差错，甲行为的过失。求你通过主耶稣的宝血，来洗清阮的误会，想使阮有换心正直的心，伫逐项事学习基督的款式，持守真理的道路，来闪避私欲的迷惑，互阮拢通照你的教示来行伫日常生活中间。特别阮的上帝，当阮徛起伫即个幽乱纷争的世代。因为这世间掌权者的野心甲引诱，以及人类私欲甲怨恨，常常侵害阮的心神甲肉体，互阮失去原来的平安。特别最近伫中东伊斯兰 IS 的组织大规模压迫杀害基督徒。引起济人死失、惊吓、丧胆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亲自安慰遐个受迫害的家属，将你无限的快乐甲疼痛关压伫因的心内，想使因平安。常时也求圣神感动做工，来改变阻止因残忍硬差的心。要用公义、和平来代替压制、报复的行为，继续伫遐发生。
慈悲天父的上帝。阮机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，心神忧伤，受困着；也有亲人死失悲伤，互阮大家通过祈祷，成做因安慰的同工。也求你亲自医治因、安慰因、赏赐因平安。但这时，求你摒开阮每一个人的心，透过屏牧师的信息，将你要互阮的话来得到新的启示甲帮助。我们将今早起的敬拜甲服侍恭敬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愿你欢喜感纳。阮安尼祈祷无够格，我们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一声安尼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安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就是正伫地人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时行的我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犯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就是请咱这是来交托启示文28篇，记载伫圣诗的后面42页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、捌我。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。我的一切所行的，你也深知。你伫我前后为我，这款的财物奇妙，我袂测度。我要去倒落闪撇你的神。我若上天，你伫遐；我若展开清早的室。就若伫遐，你的手也要引带我。我若讲黑暗要遮砍我，就黑暗袂为遮砍我，互你无看见。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。上帝啊！你的意思对伫我教业宝贝，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。请咱阁继续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115首，圣诗115首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，请起立。我心仰望十字宝架，耶和华的主
是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上帝，因要吟的诗是伫主面前替你祈祷。这时，请咱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，旧约圣经诗篇77篇第1节到12节。诗篇77篇第1节，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，我对上帝出声。伊要按耳孔听我，伫我患难的日，我找主。我伫眠时举起手无停，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我少念上帝就逼迫，我静静想，心神分去。你互我的目睭无一丝刻，我烦恼到拢袂讲话。我对念古早的日，就是极早的年。我想起我眠间的诗歌，我扪心家己问，我的心神也详细审查。主兼要永远放散吗？无过施恩吗？伊的慈爱兼永远忠贞吗？伊的应允兼代代废无吗？上帝兼袂记得施恩吗？兼因为受气踏捌伊的慈悲吗？我讲，这就是我的软正，至悬的伸出正手的年，我要笑念，我要讲起耶和华的所行，笑念伊早时的新约，我要测度你所行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以上，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助甲快乐。今早起，篇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我的心毋肯受安慰，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请咱大家详细来听。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2天的中间。教会培灵会有邀请吴牧师、吴宪忠牧师来到教会来分享。有一个主题就是讲，咱基督徒在这场的中间做工课中间，来为主做光做盐。我相信咱在生命中间工课不只是互咱食饱尔定，
会当诚做荣光上帝的所在。毋知大家你有伫你即场中间来荣光上帝无？咱来做伙来看一个 VCR， 这是有一个见证。伫有一个人的名叫钟莹莹，这个人对企业开始转变伊的人生。蓝万头钻洞，这些数量上百万尾的锦鲤，全是渔场主人钟莹莹的宝贝。年纪轻轻才33岁的钟莹莹，已经经营这个在云林占地3公顷的渔场8年，每年养出100万尾锦鲤，外销全世界各地。一个小女生怎么会来养鱼？其实全是为了帮爸爸还2亿多的债务，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，来接家族事业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爸妈其实是借贷过日子的，就是这个月差30，去跟某一个朋友拜托你借我30，下个月差20，你就拜托去跟谁借个20万。那你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在过生活，我就会觉得看了就很不能够接受。不能接受爸妈这么辛苦还债，莹莹决定一肩扛起家里头的生意，从喂鱼、洗鱼池开始学。为了行销锦鲤，跑遍全世界的展场，把一尾又一尾的锦鲤卖到欧洲、美洲还有非洲。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爸妈好心疼，也好骄傲。地球仪啊，阮就甲转一点，讲阮的物件已经卖到这个国家，佮转一点，阮的物件已经卖到这个国家去啊。他会有一种那种越挫越勇的那个精神，其实是非常的苦啦。非常苦的日子，莹莹撑下来了。就算无缘当个艺术家，但是打拼的勇气与毅力，反而磨练自己成为台湾独一无二的锦鲤女王。人生跟我的生活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。我就算失败了，也不会有人笑我了，因为也没有人成功过。可是如果我成功了，我努力非常非常努力，我成功了，那个是我的。记者曾一佩、吴卫勋云林采访报道。听讲2个这个总统拢有甲伊拜访过。咱的真侪电视台，咱嘛甲伊采访过。咱的有一个 Good TV 的电台嘛甲伊访问过。咱来放第2段吼，这是 Good TV 甲伊采访中间伊的分享。伊是一位基督徒，伊的家族信主真久的时间。伊阿公甚至伊的祖先就开始信耶稣。在云林乡下的一所中学，藏着一个秘密花园。这是钟莹莹的母校特地请钟家设计的锦鲤池。他们的专业是来自30多年养殖的经验，而这些5颜6色的锦鲤，正勾勒出钟家的兴衰历程。钟莹莹年幼时家境富裕，学习艺术的她有如公主一般，但家中经济变故，让她不得不卷起袖子，接下家族事业。因为外国人他们把那个游泳池改成养这个鱼的池塘啊，就下去跟他游啊。但他没有牙齿啊，你可以跟他玩啊，你把手给他亲，他都不会咬你啊，他没有牙齿啊。他会吸你的手指头，你摸它，它很好摸啊，它身上都没有刺啊，你怎么抱它摸它都没关系啊。它很骨溜啊。公主经营渔场，在外人眼中看似不相称，但天生的美感让她成功地将传统养殖业推向国际舞台。拄仔讲到伊的祖先安怎信耶稣，我听过伊的见证，伊安怎讲？伊的祖先吼真有钱，所看到的拢是因兜的，真正有够好呀！有一摆，伊坐轿吼，互人扛去虎尾遐收厝税、收租金。伊讲，互人扛甲真忝，拄着西利亚即英国宣教师伫遐话讲，既然有路口陪当他，会当来到我遮，我要互你得到平安享安享。伊讲，遮尔好诶代志，我互人扛甲足忝诶，无来听看觅。结果
迄个宣教师就讲一个故事，讲到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90几岁夫妇想要生囝，上帝手术有一个囝，伊讲太会遮好康，我看到的拢是我的，我厝内底真有钱，我真好呀，但是呢，我无囝，我连查某囝都无。伊讲真奇怪咧，阮厝内底神明遮济。无人要互我一个囝。伊分享伊过程中间，伊祖先就是，若是去抱，也是讲伊的生的囝，伊太太生的囝拢会死。抱过来咧，入户口嘛死。伊是讲，哪有即款代志？安尼好，我要试看觅，我开始相信即款无共款的上帝。伊要试看觅。就等于厝内底，真正嘛甲人抱一个，抱倒来摇饲，超过7岁入户口，嘛拢无死。伊感觉对安尼开始，伊完全开始相信上帝。伫咱生命路程中间，可能咱嘛有即款的经验，对初信，甲完全的相信。伊个家族是对安尼开始，伊个家族几啊代拢安尼开始信耶稣。所以因礼拜早起去做礼拜，拜六嘛去做礼拜，拜六是去服侍，礼拜早去做礼拜，按时啊做礼拜，这是因家族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因拄着困难啊，那亲像诗人所写的，哀求上帝，知影上帝就伫遐，知影上帝是祝福的，但是无法度得到上帝安慰。咱看到迄种因厝内底发生遮尔大诶代志，祈祷，搁祈祷，哀求上帝，咱才就诗人所写诶，求上帝。伊讲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，我要对上帝出声，伊要阿耳空听。伫我犯的日子，我祈求主，我迷失，我野手无停呢。我按时啊，野手无停，我伫遐祈祷，我的心无得得到安慰。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捌经过即款的信仰的旅程，就是祈祷，搁祈祷，上帝啊，我的心无得得到安慰。若是即个代志发生伫你的厝内底，你本来是真好呀，千金小姐。伊咧分享伊个生命旅程的中间，伊对细汉就学钢琴。为什么要学钢琴？伊阿嬷讲，你就是爱去教会服侍。所以我希望咱的细囝学这个钢琴的任何乐器的，就是爱敬拜上帝，为着服侍。伊就是安尼，对细开始学钢琴。伊爸爸想讲，这是查某囡仔，伊着学画图啦、画毛笔啦，这艺术的物件。伊厝内底真有钱啊！你要学啥拢会使，查某囡仔就是学这个物件，所以伊细汉的时就追求这个水的物件，一直到伊去北京读册，读到一半的时，伊妈妈敲电话甲讲：“拜托你，最近吼，你刷卡莫刷遮济好无？”伊毋知影，伊是非常好呀。伊伫北京读册时，伊同学拢知影，伊是刷卡女王。Shopping Queen， 时常买物件，穿甲水水。但是呢，过无偌久了后，伊老母讲敲互伊讲：“我机票啊，甲你买好啊，马上转来台湾，厝内底破产啊！伊老爸互人拍，骨头拢断去，厝内底玻璃拢破了了。伊讲：你马上转来，对今仔开始，你家己爱找头路过生活。伊讲哇！”你发现伊的人生开始无共款，那参就诗人所写的祈祷，在患难中间的祈祷，但是呢，那参就心无得得到安慰。因转来台湾了，伊转来台湾了，开始找头路。伊公司头家问讲：你会晓拍电脑无？拍你袂晓。你有任何的做工课经验无？甚至打工的经验无？拢无。我讲你会晓啥？
我会晓弹钢琴，我会晓跳舞，我会写毛笔。啊，你捌伫倒位上班过？无？你学校社团，什物社团？伊歹势讲，我是 party 社的，专门参加这 party 的。伊带甲伊的朋友带做伙，带伫公寓内面，伫遐流目屎讲上帝啊，变怎样咧？伊掀开报纸看，真奇妙！伫伊所徛起的所在，套房下骹对面遐有一间公司，真细间的补习班，要应征头路。美术老师的头路，伊讲这好，伊去应征，做了真好，做了真成功，发展了真好。煞尾是，大家想讲这补习班是伊开的呢，非常趁钱。啊，若是你，安尼人生就继续过吧。但是呢，伊老爸老母有当时敲电话甲伊讲，母啊，英啊，你就知影咱厝内底经济有状况，安怎伫开讲？伊讲吼，即摆吼，阮年纪大，我甲恁爸爸、阿公伫鱼池仔内底掠鱼，伊头脑就马上出现3个人泡伫冷水内底，真辛苦，爱掠鱼。是讲，安尼我会回去斗3工。伊老爸甲伊讲，莫啦，你回来啦，你一个月才偌济钱？阮一尾鱼仔偌济，你知无？750块的欧元，你惊到无？迄一尾鱼仔750块的欧元呢，毋是台票。伊老爸欠真济钱，但是伊就愿意转去厝内底斗3工。伊经过人生真痛苦的日子，伊讲我嘛想要自杀，我嘛郁卒，我嘛想讲我人生就安尼死就好啊。伊嘛向上帝来拜愿，上帝啊，你伫叨落？现代中文伊版写，伊得袂着安慰。诗人伫遐，咱亲像因伫遐祈祷时，上帝啊，我无得着安慰。诗人所写的，咱亲像咱基督徒，嘛是因咱每一个基督徒捌经验过程。上帝恩宠，上帝那亲像无伫兄弟姊妹中间，无伫我生命中间，甚至做无衰的人，时常互咱问一个问题：这人遮好，为什么离开？这少年就离开这世间，伊感觉真痛苦，真感觉上帝无公平。第二项，咱时常领做上帝恩典已经无搁存在了。伫诗人所写的77篇第50到第90中间，诗人感受到伊回想过去，上帝啊，你敢毋是甲阮做伙吗？上帝啊，呾你无搁施恩啊吗？伊想过去日子，上帝啊，你呾无搁祝福啊吗？你的慈爱无甲咱撒较低地啊吗？你的应允已经废无啊吗？你的慈悲疼汉恩典都无存在啊嘛？我相信诗人所写的，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祈祷。拄着困难，拄着重担，毋知怎样处理，甲上帝祈祷，上帝敢若无互咱得到安慰。伫基督的中间，那亲像上帝恩典已经无了。今年初时，有一个亚洲航空公司有一台飞机坠落，但是伫飞机顶头150几个人，1/3是共一间印尼泗水教会、共一间教会的人。你当想象一间教会。突然间，40几个人过身，过往离开这世间，因的心哪亲像无法度得到上帝安慰。这个家属，我相信因真痛苦。这间教会需要上帝更加大的恩典。你我可能嘛经过生命中痛苦的旅程，可能是欠钱，可能是工课无顺利。可能是家庭的问题、囝儿的问题，对
每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无论你有敬虔无敬虔，有听上帝无听上帝，咱拢会拄到真侪无共款的问题。诗人所写，伊嘛是拄到困难问题。虽然毋知伊拄到甚物困难，但是伊伫遐哀求，伊伫遐上帝，你稳定无搁伫地，无搁存在嘛？这钟莹莹的家族，对因的祖先开始信耶稣，伊阿公阿嬷，逐工早起就是读圣经、祈祷、吟诗、用圣诗来敬拜上帝、灵修。伊爸爸妈妈是共款，伊礼拜拢教会做礼拜。钟莹莹伫遐想讲。上帝啊，我是好人呢，我真乖呢，我无讲欺骗，我无讲白贼，我真听厝边头尾，我无骄傲，我做好代志，为什么你无听我的祈祷？伊感受到讲上帝，那参像阮的家族，互你祝福，搁祝福，但是打你无搁施阮祝福嘛？你是毋是生气啊？伫遐怀疑的中间，那亲像咱基督徒共款，咱怀疑上帝，咱咧埋怨上帝。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面对真正真实的问题啊。第三项，其实咱的性命不只是停留伫这个坎站，咱性命不只是停留在痛苦埋怨的中间，应该思想感恩上帝奇妙的作为。第三，现代中文译版安尼写，诗篇77篇11节到12节。上帝啊，我会记你伟大作为，我会回想你过去日子所成的代志，这是耶基事。我会思想一切作为，我会默想你大能的作为。我相信咱兄弟姊妹，你伫痛苦患难中间。毋通直直受到你的困难甲痛苦，这袂当帮助你。你要回想过去，上帝怎样祝福你的家族，怎样帮助你解决问题，怎样生耶基事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你看圣经啊，安怎写？你看你的家族，伫咱中间有侪第三代、第四代，甚至第五代基督徒，你拄着困难，你袂回想上帝过去奇妙的作为吗？啊，是你犹原停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埋怨，伫遐痛苦，伫遐流目屎呢？可能你人生可能行袂过，但是呢，咱就总因共款，欠这个钱无得还，可能伊拢是向走3点半，咱拢是10点半，伊拢是3点半。咱10点半来礼拜，因3点半走银行。伊人生是黑暗，但是大概伊埋怨上帝时啊，伊就想啥？圣经啊，伊所读圣经诚侪，敢若有一个启示出来，就讲你想看觅咧，约伯故事咧，约伯是异人咧，无做啥物无好的代志，伊的囝儿拢死，伊财产都无去，规身躯拢是病。伊开始埋怨上帝时，上帝就互显明，互伊看到。大别故事，有些故事，甚至圣经中间这受苦异人的故事。所以伊讲无开始，讲我无爱讲埋怨，我提醒我家己，上帝过去怎样恩待阮的家族，打上帝，我清楚知影，上帝犹原听我。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诗篇77篇第20节所在嘛，就写着。诗人所写的是啥？伊伫埋怨了后，伊伫回想上帝恩典过去怎样帮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透过摩西、亚伦，带以色列百姓，那参像带这羊群共款。回想上帝你过去奇妙的作为，这是诗人心态转化。我相信咱的每一个生命中间，你的心态要改变，毋通停留伫埋怨。这种伊无埋怨，你读几岁就是接着家族企业，3年以来，伊就创下1000万，而且收入，
生命中间，伊真侪经验到上帝稳定同在。但是呢，伊若死，伊离开这世间，伊就毋知上帝要怎样引带伊的生命。上帝派真侪人甲伊斗相共，这是过去伊无法度想象的。但是伊坚持求上帝继续帮助伊的需要。伊伫北京读册时，你嘛无想到讲有一个伊伫北京读册时，伊的好朋友 Chris 就甲伊斗相共，来到台湾帮伊处理建立一个品牌，设计一个网站，市场的调查，互伊会当入去这个国际市场的中间，帮助伊解决问题。咱看这图，有一届吼，伊咧分享讲，伊去德国的所在来展览。你知影伊无钱啊，刷卡你知无？迄循环率是19%的。伊租迄场所大门口上好去打，走去迄德国所在。你知影德国人欧洲迄所在，你若要送这鱼动物过吼，那检疫是真严格吼。送伫迄个所在，伊是讲也要展览，送鱼送去迄个所在。但是呢，我来啊，想要替伊载。伊一个实在有一个朋友吼，即个厂商吼，就甲伊讲，我帮你载。哦，你莫是讲外国人拢足好诶，德国人真歹。伊讲，我帮你载鱼啊，咱高速公路吼是 freeway， 无即个速度限制，我会驶足紧诶。你慢慢缀我后壁。你知影一尾鱼偌济钱？750块欧元呢，遮济鱼安那来载去阮兜，伊个载转去厝诶呢。伊总营伫咧烦恼讲，明仔就要展览啦，3工这厂商拢无敲电话来，伊敲去讲，歹势吼，你的鱼破病啊，先寄伫我遮吼，我甲你饲较好诶吼，再行李啦，敢会行李诶袂？袂啦。若是你拄着即款困难，你要处理？伫遐哭，伊哭到丢筋，你知影？上帝差派这伊朋友 Chris 甲讲，无要紧，明仔穿水水，泡茶穿水水，徛伫迄个所在。过工吼，展览开始啊，就听呢。这外国人想讲，这个台湾人吼，徛伫迄个所在穿水水泡茶对无？大家看讲，鱼伫倒位？除了迄假麦米鱼以外，拢无呢。这时候资传组就非常重要。伊就这 Chris 就甲伊讲 ，Chris 就甲伊讲，你相片、影片拢放伫电视顶头。你像上介水诶，这鱼上介水诶相片拢放伫顶头，就放伫遐。泡茶清水水，外国人去看，真侪人围伫遐看。内底无鱼呢？你知影安怎讲？我的鱼吼，早就卖了了啊！迄外国人惊一条，未展览开始，你都卖了了，遮厉害！这消息马上传遍互每一个这展览的所在，每一个外国人都知影，台湾人厉害，未开始就卖了了。你卖互啥？这厂商的名片摕出来，我卖互这个人。因为伊这个人伊袂当讲伊头体，你知影？所以迄届伊卖了真侪鱼出去啊！你听当想象上帝奇妙安排，鱼拢卖了了，是卖甲上好一遍。人生就是安尼，咱有当时埋怨上帝，咱活伫咱家己世界。无着看到上帝就好，咱敢是爱时常听候上帝恩典？咱为什么要埋怨上帝？咱为什么要提出这问题？你若今日你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，你讲我一个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对早起真辛苦做代志，得到我需要，我会当吃好饱。但是呢，若这世界有3个人，头一个人。毋免做代志，食饱饱，多好势。第二个人做半工，
辛苦半工，就当食饱，会当出去佚佗。你是第三种人，做到要死，食无啥饱，你会埋怨无？你想看觅，了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会埋怨无？袂呢？你讲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尔条，就是有三个人，你就开始比较。你甲比较了，你就甲上帝抗议，你知影？那全世界只有一个人，那我只有批领导伫徛伫这所在，哦，每一工做到要死，你也无了解，就是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。但是，当你有比较了后，你就开始埋怨上帝。上帝安尼无公平啦，伊安尼我安尼，对无？你祈祷的是你心内底所想的是甚物啊？咱有比较，咱有埋怨。我相信咱每一个生命中间，咱时常爱回想上帝怎样祝福帮助，尤其是你几啊代基督徒啊，你要知影上帝要怎样祝福你。清明扫墓中间，伫阮的家族，每一年清明扫墓中间，就遐搁讲一遍，上帝是怎样引带阮的厝内底信主耶稣，上帝怎样祝福阮的家族。咱时常回想过去上帝恩典祝福，毋是伫活伫埋怨的中间。有一本册叫《无语问上帝》。伫我人生真痛苦的时，我退伍的时哦，我有真侪信仰的问题。我有一个信仰的老爸。我拄着困难的时哦，我爸无时间甲我解释讲，这本你摕去看，我就去看这本册。这本册中间有真侪信仰的问题。上帝敢公平嘛？上帝无出声嘛？上帝真侪对信仰的问题、苦难的问题啦。因为我做兵的是足艰苦的啊，所以我在思考这信仰的问题。这作者安尼写：诗篇23篇，哪参像一个囡仔的信心；诗篇22篇，哪参像一个信仰的大人的信心。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应该爱有两种的信心。有当时咱参像囡仔款式，咱经验到上帝恩典关怀，咱祈祷，咱得到应允，这咱参像囡仔共款。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安怎？无见过，拢足赞，拢足好，对无？你来看诗篇22篇，是一个诗人伫遐写。伊痛苦的中间，犹原仰望上帝。咱的生命的路程中间，你应该爱包括这两种的信心。咱想看司提反，互人用石头钉死的时，伊摇头望天呢，自信的上帝呢。伊甲我骂上帝讲：哇，足侪人甲用石头钉的是你伫倒落？伊无，伊自信看耶稣。我相信咱生命中间应该爱有这款的信心。咱来看一段钟英伊咧分享伊生命中间路程的影片，咱来看。我想，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是，好像过去走的路，是白走的吗？好像你虚晃一招嘛，也无所事事在北京，其实好像都不是嘛。都不是。就你刚刚所讲的那个拼图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对。而且特别是你在美学上面的素养，从小爷爷因为想要你去教会服侍而让你们学会的这些美感的培养，其实后来都有用到，是因为你们现在不只是在提供养殖鱼或者观赏鱼，其实你还要配合所谓的世界潮流跟时尚的趋势。我后来有时候我看一本那个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养锦鲤的李仪的老师，他写的一本书里面，他后面有下一个注解，他说他发现呢，其实在锦鲤行业里面，如果他要从外面进入这个行业，他最好就是美术家、艺术家或者是建筑师。他说，因为他们对线条、色彩
那个配置最敏感，反而他们比较能够将来把鱼当艺术品卖出一个艺术品的价钱。那包括说我们去会场卖鱼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从场地的布置到选色配色，我会。所以贸易商他绕一天之后，他发现他怎么想都想到我的桶子里鱼比较漂亮，可是其实没有比较漂亮，它是因为配色的关系哦，比较漂亮。所以所有展场的海报啦，然后 DM 啦、名片啦，什么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让自己做的。当然也有失败过，可是慢慢到现在就不会了哦，都做的都很好了。反而就是上帝拿走，我觉得我可以依赖的东西叫钱。可是他给予我的是，让我发现其实我还可以做很多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做的事情。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跟别人分享说，我说如果真的我有什么比你们好的，应该是我的信仰，因为我从小就相信上帝很爱我。我会开始去回想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说，上帝让我就是爱美而已嘛，所以学美术，所以我才会去读美术班。那我不爱念书又懒惰，所以我去考7研习营，然后不去日本，选择去北京。在这个过程当中 ，Chris 上帝让 Chris 生病，我可以照顾他；上帝让我的父亲生意失败，所以我可以来学会如何真的面对自己的人生。所以像回头看待这样的事情的话，可能对家人就比较不会抱有这么大的怨恨。怨恨不会有，但是那个吵架一定有。上帝真的很爱我们，也非常爱这个家。所以他让我们失去一切，好让我们去面对说，其实你身边拥有的东西都是很珍贵的。然后每次我有机会在公众场合出现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去年在台北办展览的时候，有一个父亲他带一个视障的孩子来找我，因为我会场很忙，我在接待客人嘛，他就站在旁边站了很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有学生去问他嘛，他说他想要跟我讲2句话，我说为什么？我就赶快过去问他，他跟我说，因为我的孩子是视障的，可是我讲你的故事给他听，他非常的感动，他觉得他不要放弃他的生命。我觉得好感动，我就说，如果我今天没有遇到那么多挫折，我今天如果是父亲给我2亿的财产去挥霍，创造出这样子的东西，他是不会感动人的。可是因为我是在富的情况之下，我去挑战，我去克服，我也哭过，我也有压力过，我也忧郁症过，我什么想自杀念头什么都有。可是最后我走过来了，反而说上帝给我的苦难可以安慰别人耶。是，所以那是一个恩典。我们来看大家对你的祝福。相信咱每一基督徒，咱会当经验到伊所经验到的。这上帝不只是对伊安尼，主耶稣疼咱每一个人。你若是还未信耶稣，还未洗礼，你是无道友，无需对这有一个建议。头一项代志就是真正信仰带来就是观念的改变，观念顶头的改变。好的信仰会当互咱赢过一切试探苦难。有信仰人会当改变咱的价值观、咱的想法。比如讲，伊讲举一个例啊，伊讲上帝互我有真侪困难，就是帮助，互我人生安怎较有意思，较袂无聊。你安尼讲袂？伊讲我感谢上帝，互我遮侪无共款的经验，即款的苦难，互我的人生是精彩的，是有活命有死命，袂无聊。你观念无共款。那是你是其他宗教信仰的人，可能是讲我输我食、输我穿、输我欠钱免行。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安尼，咱的信仰应该是伫经验着上帝同在，赢过一切苦难，互咱人生无共款。第2项，相信上帝永远听阮每一个人，咱来挖靠伊。伊个在分享中间，你看伊在分享无？我有啥物比别人较好的所在吗？无啊，可能就是我的信仰吧。伊相信，对细汉开始就相信一件代志，就是耶稣听我，我在面。耶稣听我知影，我永远知影耶稣听我，耶稣帮助我。所以虽然欠一个钱。上帝互伊挖靠这钱财，
伊袂当挖苦，只有挖苦上帝，只有知影耶稣听我，安就有够呀。所以上尾要一项，爱听候上帝祝福，毋通放弃。你若是初信，还是你无道友的人，也是咱是基督徒，有当时咱做代志，咱拄着困难，咱生活拄着困难，咱性命拄着困难，咱家庭拄着困难，咱事业拄着困难，但是毋通袂记，上帝有好的奇妙安排，是你毋知。总伊毋知影，伊走伫北京读册，会当熟识遮尔好的朋友。伊毋知影学遮艺术物件，原来要入去这井鱼，要饲遮鱼仔，是爱有追求遮水。即款的人适合做即款的职业，你敢会知？伊古早哪会知？只有上帝知。可能你的生命当中间，咱才是诗人所写，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但是你会当改变你的心态，愿上帝话向你显明，愿上帝恩典、信心大能开咱，安慰帮咱，施恩祝福。咱就会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主愿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主啊是啊，阮每一个人。要真做互主来使用的人，有当时阮的祈祷中间，哪亲像无法度得到安慰。伫过去日子，阮的真侪埋怨，阮的真侪对上帝的埋怨，甚至你怨恨上帝，你对上帝有真侪意见。你讲主啊，阿爸爸上帝，你敢毋是我的阿爸爸嘛？你为啥不爱施恩祝福？你有啥我伸出你的手来帮咱医治、来讨帮、来恢复的？有当时咱会埋怨，但是阮相信主即时阮来到主你施恩宝座面前，阮只有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你听我，你听我，遐尼亲为着我来死，你死个我会快乐伫阮的生命中间。要帮助阮度过人生每一个坎站，当阮的人生还未行到线尾所在时，阮相信你的恩典、你奇妙旨意是阮袂当测度，你的听是完全的，阮只有拍摆伫你面前，邀请你来引带阮的生命。往头前来行，往上帝你所插的标杆，直直往头前来行，行到人生的线尾站，记住你的名。愿上帝你亲自来安慰，在座咱的兄弟姊妹，可能你有真侪困难，但是在上帝中间，在主耶稣基督内面，无困难的事。你知影，你只要知影一项代志，主耶稣听你，叫你永永远远。主，阮只是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请咱来吟上言514首，514首吟诗后，请裴牧师来祝祷。In
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疼叹、信心安慰帮赞，互阮每一个正做上帝你所疼家己，互阮拖着信心的脚步，仰望上帝行头前路站，直到主你过来。愿上帝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别倒散会。